歡迎大家收聽錫耶納的聖潔靈日嘅聖言日糧。今日嘅經課係選自約翰福音第17章12至26節。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，我奉你的名，就是你所賜給我的名，保守了他們，我也護衛了他們。其中除了那滅亡之子，沒有一個滅亡的，好使經上的話得以應驗。現在我到你那裏去，我在世上說這些話，是要他們心裏充滿了我的喜樂。我已把你的道賜給他們，世界恨他們，因為他們不屬世界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。我不求你把他們從世上接走，只求你保存他們，使他們脫離那惡者。他們不屬世界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。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樣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。我為他們的緣故，使自己分別為聖，為要使他們也因真理成聖。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，也為那些藉着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們都合而為一，正如父你在我裏面，我在你裏面，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，好讓世人信是你差我來的。你所賜給我的榮耀，我已賜給他們，使他們合而為一，像我們合而為一。我在他們裏面，你在我裏面，使他們完完全全合而為一，讓世人知道是你差我來的，也知道你愛他們，如同愛我一樣。父啊，我在那裏，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，使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。因為創世以前，你已經愛我了。公義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認識你，我卻認識你。這些人也知道是你差我來的。我已讓他們認識你的名，還要讓他們認識，好讓你愛我的愛在他們裏面，我也在他們裏面。這是上主的道。在愛裏合而為一。喺教會年曆當中，今日我哋紀念錫耶納的聖潔靈。佢係一位生於14世紀意大利嘅神秘主義者同埋靈修導師。佢雖然未受過正規嘅教育，但佢喺靈性嘅洞察同埋禱告生活，以及對基督嘅身體，即係教會嘅合一嘅關懷，成為後世敬仰嘅屬靈典範。今日所讀到係約翰福音17章，正係主耶穌基督喺受難嘅前夕，我哋會稱為大祭司嘅禱文。呢段經文讓我哋睇見聖子向聖父傾訴心聲嘅時刻。主耶穌所關切嘅唔單止係門徒眼前嘅安危，更係佢哋在世代相傳中嘅合一，使他們都合而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裏面，我在你裏面，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。聖潔靈一生所追求嘅，正係呢份嘅合一。佢生活嘅年代正值教會分裂動盪，信徒嘅心靈迷失，佢卻以一介女子之身寫信俾當時嘅教宗、君王同埋主教，
懇切呼籲教會要歸回基督，恢復合一同埋聖潔。佢嘅作為提醒我哋受造原是為歸服於基督，成為世界嘅光。主耶穌喺禱文中亦都同樣講到話，你所賜俾我嘅榮耀，我已賜俾佢哋，使佢哋合而為一，像我哋合而為一一樣。呢個榮耀唔係世俗嘅尊榮，而係十字架嘅榮耀，係捨己，係信服嘅榮耀。今日我哋都應該反省一下，喺呢個紛亂嘅世代裏面，主為我哋禱告嘅合一，係咪喺我哋嘅生命當中成形呢？喺一個分化、撕裂、各執一詞嘅時代，我哋作為基督嘅門徒，係咪仍然願意為合一付出代價？聖公中一向好珍重嘅多元共融 （Unity in Diversity）， 並喺崇拜中同領一餅一杯，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又有冇活出呢一種合一嘅精神？喺經文嘅最後，耶穌係咁講，佢話，我已將你嘅名指示佢哋，還要指示佢哋，使你所愛我嘅愛喺佢哋裏面，我也在他們裏面。呢一份愛心唔單止喺門徒嘅裏面，今日亦都住喺我哋嘅裏面。願意我哋今日亦都係讓到呢一份合一嘅愛先去轉化我哋，並讓我哋能夠轉化呢個世界。讓我哋靜默片刻，喺你日常嘅生活中，喺邊一啲嘅方面最難活出合一嘅精神呢？耶穌為你祈求合一，我哋喺教會當中又如何活出呢一份嘅合一呢？讓我哋同心禱告。永生嘅上帝，你曾以聖靈嘅火點燃你嘅僕人聖潔靈嘅心，使佢熱切追求你教會嘅合一同埋更新。求你亦都照樣點燃我哋，使我哋喺基督裏合而為一，喺愛中服侍世界，直到你嘅國降臨。呢個都係靠住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而求。阿門。